故事嘅開始咧，講開琴日嘅中午。故事開始了，到昨天的中午。琴日中午咧，有個人咧去敲門喎，啱啱我喺度。昨天中午呢，有一個人呢在敲門，剛巧我在這兒。咁咧嗰人咧一入嚟咧，就喺度門口咧好想衝入嚟啦。那個人呢，在門口嘅時候，他就好像衝進來。佢話咧佢自己係做生意嘅，佢開餐廳嘅。他說了他自己呢是做生意的，然後他是開餐廳。佢想咧，好似想入嚟咧話你哋係咩機構嚟㗎？我想同你哋合作啊咁樣。他走進來就說我們是什麼機構，然後想跟我們合作。我又唔識佢，我不認識他。不過一眼睇到佢就一個騙子啦。但是我一眼看見就知道他是一個騙子。但係我冇拆穿佢。我沒有拆穿他。我好想同佢睇下佢講咩。我很想看一下他到底在說什麼。所以咧，我邀請佢入嚟咧，我同佢兩個就坐喺中間呢個位啦。所以呢，我邀請了他進來，然後我們坐在中間的位置。佢似乎咧係好成熟嘅一個騙子。他似乎呢就是一個很成熟的騙子。佢講咗自己咧對我哋依個嘅團體啦，做依方面嘅團體嘅認識。他說了，就是我對於我們這個群體裡面的做這方面的。佢講呢樣講嗰樣。他說這又說那。佢目的咧就係想咧聽到我想講一啲嘢，捉住我嘅心理。他的目的呢，就是希望能夠抓住我的心理。跟住咧就咧，最後咧佢自不然都係想有啲騙嘅嘢啦。最終呢，應該是有些欺騙的。故事我講到呢度先。故事我暫時說到這。但我想發問咗一個問題。但是我想發問一個問題。我發問呢啲人，佢嘅人生嘅成功目標係啲咩咧？我發問的就是他們的人生的目標是什麼呢？各位，我哋人嘅存在嘅意義，我哋人生成功目標係啲咩咧？我們存在意義、成功的人生的目標是什麼？有啲人好中意飲食。有一些人呢喜歡欺騙別人。佢覺得咁係成功。他覺得這樣是成功。有啲人好似中意騙財，好似琴日嗰個係擺明有騙財噶啦。有些人呢就覺得是騙財就是成功。佢哋可能覺得好成功。他覺得就是成功。有啲人中意咧去女仔騙色，佢又覺得好成功。有些人覺得是騙色，就覺得是成功。人生到底咁樣係咪好有意義？係咪好成功咧？人生到底是這樣，是不是真的很成功呢？喺以賽亞書第53章第6節。以賽亞書53章第16節。呢度有句聖經話。聖經說：我們世人我們都如羊走迷了路。都如羊走迷了路。各人偏行己路，自己嘅路。個人偏行己路。我哋成日都講嘅啲羊仔咧，羊咩咩咧，好中意走走下就離群噶啦。我們經常說了，就是一些羊呢，走着走着就會離群啦。有啲咧就中意，我係要跟你，我係要跟牧羊人咩？我唔中意啊，我中意走去嗰度睇下。有一些呢就說了，就是我一定要跟着牧羊人喎，我喜歡呢倒着走。原來嗰度係懸崖嚟嘅。原來那邊是個懸崖。有啲羊仔咧，我話我又中意去嗰度睇下，原來嗰度咧係有野獸嘅。有一些羊呢就喜歡到另外的一邊，原來那邊是有野獸。神喺聖經形容我哋人好似羊一樣。神呢在聖經裡面呢，我哋有種嘅特性嘅。我們就好像羊一樣有一個特性。我係唔中意啊。我就是不喜歡。我中意我自己啊。我喜歡我自己。我唔中意自己冇壞嘅。喜歡自己。但係你過度中意自己，淨係聽晒自己嘅聲音咧，你就離開咗嗰位創天造地神嗰個指引我哋嘅真理。但是呢，你過於喜歡自己，然後呢就離去了神給你的指引。就好似呢隻羊唔想聽到牧羊人嘅聲音，唔想聽到牧羊人嗰支杖去引領，佢要離開羊群。就像那個羊一樣呢，走迷了，不喜歡呢給牧羊人那個杖去引領。我哋人生就以為咁成功。我們人生以為這樣就是成功。偷呃拐騙。偷騙。或者去做一啲所謂轟天動地嘅事，可能都係一啲傷人害己嘅事。或者做一些傷天害理嘅事情。呢啲唔係成功啊！呢個不是成功。到頭來都係一片空啊！到頭來也是一片空。到底咩叫做人生應該嘅成功啊？到底什麼就是人生的成功呢？今日雖然大家喺度，可能你會覺得我唔需要咩成功，唔係嘅，天天學習。今天你們在這可能會覺得你不需要什麼成功，但是天天學習。人生健康有個秘密㗎。人生健康是有個秘密。天天學習。天天學習。無論你幾大年紀都好。無論多大年紀也好。你咩背景都好。你什麼背景也好。俾自己每日咧要吸收啲嘢。
給自己來吸收一些事情，係會帶俾你有人身健康、身體健康、情緒健康。是會帶給你一些情緒上的健康、心理唔好上的停落嚟健康，不要停下來。我今日講嘅咩叫做人生嘅應該做嘅事呢？我們今天做了什麼該是人生該做的事情第呢？一，第一，找出自己嗰個階段嘅崗位。找出自己那個時候的崗位。小朋友、青年人，你要有學習嘅嗰個崗位。小朋友、青少年，你沒有學習的崗位。青年人做職業嘅人，你要揾翻你工作嘅崗位。出來工作的人呢，就有工作上的崗位。家庭，例如父母嘅，揾翻喺家庭嘅崗位。父母上呢，就在家庭裡面。做長者嘅可以傳承一啲嘅自己嘅裏邊嘅好嘅嘢俾下一代，做成你嘅人生崗位。就是長者呢，就可以傳承給下一代。首先第一樣嘢，你要明白你嗰個年紀嗰個階段係有一定係有你嘅自己嘅崗位嘅。在那個年紀、那個階段呢，一定有你們的崗位。第二就喺個崗位活出嗰個崗位角色嘅功能。然後就是在你嘅崗位裡面活出那個角色。例如咧，你係一個父母嘅，你係走去好似有年青人成日去旅行啊，或者淨係匿埋間房打機啊，冇咗做爸爸嘅責任。咁你咪唔係活出嗰個角色嘅崗位咯，個功能咯。如果你是當父母的，然後你就好像一個年輕人一樣到處去溜達，然後不管自己的孩子，你就不是了。所以當我哋知道第一明白自己呢個階段係應該有個乜嘢嘅角色，咩嘅崗位。第一就是我們要明白我們的角色，第二我們的崗位。第二，活出功能，活出功能，跟住就會產生一啲嘅價值意義出嚟㗎啦。然後就會產生一個價值還有意義出來，好似嗰個騙子一樣。好像那個騙子一樣。我係想聽下佢講到啲嘢咧，哇！真係滿天神話嘅。我聽到他說滿天神話，但係佢裏邊係空空洞洞。但在他裡面空空洞洞。佢因為活出唔到佢當下應該，佢可能係一個爸爸嘅身份，佢可能應該呢個階段係一個努力有份工作嘅身份，佢冇自己擺入一個正確嘅崗位同埋活出嗰種嘅功能。他沒有放在自己在一個正確嘅崗位，還有活出那個功能。點解呢？為什麼呢？因為你嘅人生如羊走迷了路，好似隻羊咩咩，係都唔中意跟住真理，唔中意跟住呢位嘅上帝，自己喺你人生走，終於落咗一個陷阱裏邊。因為我們人生呢喜歡走迷了路，不願意跟隨着這個耶穌，這個好牧人。你知唔知我哋每一個人啊，生命嘅過程好多故事㗎，大家都知㗎嚇。你知道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很多故事嗎？你諗下，你想象一下，而家諗下，現在想象有冇偷心者？有沒有偷心？咩叫心啊？唔係心臟嘅心啊！呢個偷心者係喺你嘅情緒、喺你嘅思想咧嚟到去將你嘅正路，將原本你應該行嘅健康嘅道路關係偏離咗。可能嗰啲係一紮朋友，可能有啲一個習慣，可能一個嗜好，可能一份嘅工作裏邊一啲經歷關係，嗰啲嘢因為冇真理、冇神，所以你唔係靠呢個牧羊人嘅引領，你靠自己跟埋嗰啲人嘅影響你嘅嘢去嚟到走，所以你偏行咗你嘅記錄。偷心者呢，可能是一個人，或者是一件事件，就是他們呢，讓你偏離了原本的命定。嗰啲就係偷心者啦。那些就是偷心者。正如我哋之前幾篇信息講啦，你梗係賴啦，佢搞成我咁嘅，但係你都有份嘅。你一定會說，一定是他弄成我這樣，但是你也是有份。因為你將你自己嘅情緒同埋自己嘅嗰個意志咧，投資喺嗰啲偷心者嘅身上，冇相信神，佢就係真理、道路、生命。因為你把你的情緒還有你的價值觀放在那些偷心者的心上。親愛朋友，我而家喺度好簡單解釋我哋人嘅結構。我現在呢很簡單解釋我們人類的結構。我哋人唔係淨係醫學上嘅講嘅五臟六腑啊，呢個身體啊、五感啊，唔係淨係呢個嘅身體。不只是說了，就是醫學說的。聖經講，聖經說係好真實嘅，你聽住咯。是很真實的。我哋人咧係由三個部分組成。我們人是由三個部分組成。靈、魂、身體。三個部分組成我哋呢一個人。組成我們這個人。第一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。最重要嘅部分。最重要的部分。我哋有靈性嘅。我有靈性。靈呢樣嘢係好抽象，雖然。靈這樣東西是很抽象。但係存在嘅。但是存在的。神就是一個靈。神就是一個靈。當我哋嘅靈性係暢通嘅時候，當我們的靈性呢是暢通的，我哋靈性活潑嘅時候，我們的靈性活潑的時候，我哋會與我哋看不見嘅世界會明白背後當冥冥當中有創造者。
在我們的背後，我們知道是有創造者，就係神。就是神。我哋會同佢有健康嘅關係。我們跟他會有健康的關係。靈係要憑住你信心而運作出嚟嘅。靈是憑着你的信心而運作出來的。所以，第一，由於聖經講，老早喺人類嘅先祖咧，個靈性咧，因為已經死咗啦。就是在我們先祖裡面呢，就是點解靈性會死㗎？為什麼靈性是死的？原來神創造呢個世界嗰陣時候咧，係與人去共享呢個世界嘅，去創造萬物，跟住同你共享呢個世界。就是神創造我們的時候，是跟我們一起共享這個世界，一切都係美好㗎，一切也是美好。但係因為人就係慢慢被試探，偏行己路，唔聽神話咧，結果同神嘅關係冇咗，靈性就死咗。就是因為人的偏行己路，然後呢，就是我們沒有了靈性。所以一代咧，係啲人咧生出嚟咧，就話個靈性咧係未恢復㗎，係未重生嘅，所以咧就唔會相信神嘅，係覺得呢個世界就係憑住肉體嘅感覺。我們一代一代呢，就是那個靈性呢沒有恢復，所以很多人都認為了我們就是跟神沒有關係的。所以人嘅第一個部分係靈性，好抽象咯，大家都聽住先。第一部分靈性。呢個部分就是靈性。我揾啲人記下先。阿 Win 喺咪度？唔喺度。阿 May 瑩瑩阿靜出嚟啊！俾大家快係三個人企度啊！有三位出嚟。我要解釋俾大家嗱。我哋唔係我哋人個再講一次，我哋人嗰個整全啊！第一靈舉手靈運身體好嗱，再講一次靈舉一舉手先，一路講一路舉手。靈嗰部分再講一次，靈嗰部分個靈性咧係喺我哋嘅深處裏邊咧係冥冥當中咧好得意嘅。你有冇見過馬騮拜神啊？在我們的靈性裡面呢，就是了。我們在深處裡有沒有？動物係冇靈性嘅。有冇看見？你講佢話哇好有靈性咧，係講錯嘢㗎。你有沒有看？其實佢喺個魂嗰部分咧，去感受到啲嘢好強烈嘅咋，佢個五感好強烈嘅咋。他們只是五感很強烈。甚至佢所謂嘅第六感咧，都係個魂嗰部分嚟嘅。所以咧，首先個靈唯有人咧先會覺得冥冥當中咧，呢個靈神又係個靈，所以知道背後總有一個冥冥主宰嘅。但係因為人嘅先祖同神斷絕咗關係，所以靈就死了啦。就是呢，人的靈呢，其實呢，就是好啦。冥冥中是有。第二個我哋嘅裏面嘅部分係共同體嚟㗎，第二個部分就係魂啦。第二個部分就係魂。好多人都話靈魂係一嚿嘢嚟嘅，唔係啊，靈有靈，跟住到魂係咩嚟嘅咧？魂就係我哋嘅七情六慾，我哋嘅喜怒哀樂，我哋嘅情緒啦。我哋嘅理智啦，我哋嘅情感等等啦，思維模式啦，都係舉高啲，都係魂嗰部分嘅。魂就是我們的情感，我們的思維模式。個靈咧成日想舉手嘅，即係個靈性係死咗㗎啦，OK。靈魂所以唔信神嘅係好魂嗰部分，我哋一定有㗎啦。但係魂好抽象啊，科學而家咧醫學都喺度研究緊，研嚟研去都研到唔知係研究到啲咩，就係話咩電波啊嗰啲咁嘅嘢嚇。魂嗰部分，但係一定有嘅。你有冇喜怒哀樂啊？有㗎。你有冇愛啊？有嘅。你有冇嬲啊？憤怒啊？有㗎。你有冇意志力啊？有㗎。你有冇嘅思維模式啊？你有冇一套人生觀啊？有嘅。呢個就係喺魂嗰部分啦。好啦，放手。跟住仲有一個部分，一定你知㗎啦，就係身體。睇舉手。身體。另外一個部分。靈魂身體呢個部分最容易講嘅就係我哋嘅五感：視覺、嗅覺、味覺、聽覺、觸覺。加埋我哋五臟六腑啊，我哋個身體接觸呢個世界嘅，又接收呢個世界，又攞嚟接觸呢個世界嘅，就係身體個部分啦。身體這個部分呢，就是我們接觸這個世界，還有世界接觸我們。原來我哋人咧喺裏邊靈魂住喺呢個身體裏邊，所以第一樣嘢，你嘅情緒，你嘅思維係一定咁同身體呢個最明顯嘅。平時咧。舉個例，你身體唔舒服，你舉手先，你放手先。身體唔舒服，好勞氣嘅，就會很生氣。搭住佢，咁咧舉手啊，就會影響你嘅情緒魂嗰部分啦。都會影響你嘅魂的部分。但係有啲人咧放手，有啲人喺例如外界舉手，接觸到一件事，有呢啲唔好嘅關係，或者俾人激嬲，俾人一句説話提落，佢個身體一吸收到咧，又拍埋咧。又影響個魂啦，嬲啦，玻璃心啦，諗下啲嘢想鬧翻你啦。嗱，呢個就係身體影響情緒、影響魂嗰部分。嗱，
同時間魂又會影響身體喎。幾時啊？放低先。如果呢個人成日喺佢手喺個魂嗰部分，喺思想情感，日日諗啲唔好嘅嘢，或者成日個人生觀唔好嘅咧，佢會開始你答翻住佢啊！你會影響身體。你知唔知好多慢性疾病咧，係由於你嘅情緒、你嘅人消極，同埋你有好多嘅舉埋手，你好多魂嗰部分嘅傷害咧，嚟到影響個身體，身體亦都會帶嚟有好多嘅病痛，特別啲疼痛啊！頭先咧完咗咧聚會咧，有幾個咧話想祈禱佢啲痛啊，我同佢解釋。第一，你有冇按住個規律照顧你好嘅你嘅身體嗰個生活步伐啊？例如你係咁祈禱咧，你日日咧做嗰啲嘢都唔啱個身體個步伐嘅，咁你就會勞損咗㗎啦。你就會或者食啲唔啱食嘅嘢，咁呢個生活智慧啦。第二就係你身體，如果嗰個咧就亦都係一個大自然嘅現象，你老啦，咁咪會有退化咯，咪會痛咯。咁呢啲有時必然嘅，即係老一定有。咁第三，可能真係呢兩樣都唔係嘅咧，係你嘅情緒亦都有可能有關係嘅。情緒往往係你有好多嬲啊，特別咧好多啲痛症咧唔係講笑嘅。佢日日咧嗰啲憤怒咧，嗰啲不饒恕咧，諗起邊個把鬼火啦嗰啲咧，嗰啲咧就會影響身體有好多疼痛啊，啲痛啊。你試下叫嗰個人咧，你要饒恕嗰個人啦，你因着耶穌。愛因住耶穌饒恕你係一個罪人，你又饒恕嗰個人啦。佢話我願意啊，咁樣個身體個痛即刻走噶。我真係唔係講笑噶。所以嗱，好魂同身體同埋魂咧，就係我哋最容易理解嘅。但係人係有三個部分嘅，拋埋嚟，靈舉埋手，靈舉手大膽啲，係靈魂身體。但係呢個嘅靈性咧，係聖經講咧，喺我哋人類嘅先祖嘅代表啊，亞當夏娃咧，已經與神嗰個關係破裂咗啊！所以唔係，我淨係叫靈嘅，佢一路舉，我哋就死咗啦。所以咧，呢個靈咧唔能夠再同神有關係咧，我哋就跟住靠個身體，跟住個世界生活裏邊嘅每一個階段走。例如嗰班同學啊。到大個啊，嗰個生活裏邊嘅丈夫啊、夫妻啊，或者再大啲啲仔女關係啊，又或者再大啲咧，到年紀長嗰啲人生嗰啲年長嘅時候經歷啊，都會互相咁維係影響嘅。但係我哋好啦，請我哋好請三位翻埋去啦。唔係，記住先 ，sorry。所以呢，有一些情緒呢，就是慢性的疾病或者是疼痛呢，就會有情緒裡面發生的。所以當我們的靈性離開了上帝的時候，我們的身體還有我們的情緒就會跟着這個世界走。所以我真真實實去講一樣嘢。所以我真真實實說一件事。如果我哋人生想有一個嘅成功，如果我們的人生想要一個成功、健康，有一啲嘅狀態恢復翻個好嘅模樣咧，想恢復一個健康嘅模樣呢？好多人都會舉手喺魂嗰部分。很多人也會在魂的裡面。會向呢個世界揾好多道理嘅。向這個世界找很多的道理。哲理、心理學、政治、文化。喺呢個魂嘅部分會諗好多嘢，自己我可唔可以自己解決到呢個人生度呢個人生唔喜樂嘅事情咧？嗱，我冇話全部都係壞嘅。我沒有說全部都是壞的。但是呢個都唔係一個真正答案。這個不是一個真我哋因為冇咗個源頭上帝啊。因為我沒有了一個源頭。原來耶穌佢就係生命、真理、道路。原來耶穌就是真理、道路。如果我哋冇咗一個真係牧羊人，佢嘅牧養，我哋自己就係偏行己路，始終呢個魂咧都係唔完整嘅，因為冇靈性咧，佢帶住呢個身體，呢個身體又影響佢，影響身體咧，都係會成日會有衰壞、有受傷，明唔明啊？唔會健康嘅。如果沒有靈性的話呢，整個情緒還有身體也最終也會衰壞，不健康。嗰啲嘅道理、嗰啲嘅哲理、心理學咧，永遠都會滿足唔到嘅。那道理、心理學完全是不能滿足。你試過修練未啊？你嘗試過修練嗎？修練咧，其實練到咁上下，又翻轉頭又唔得嘅。練到差不多了也不行。因為我哋嘅七情六慾。因為我們的七情六慾係解決唔到我哋真正裏邊嗰個。即係好多，就算好多啲咩高人啊，佢都話其實係唔能夠達到一個完美嘅。很多高人也說了，修練不是能夠達到一個完美的。
所以當咁嘅時候，我哋嘅身體開始做衰嘢啦。我們的身體呢就會做壞事。就好似琴日咁啦，嗰個騙子咧，就像昨天那個騙子，我估計佢嘅人生嘅經歷好多，令到佢情緒發生問題。我猜他的人生很多經歷，跟住咧就諗咗好多嘅衰嘢啦。讓他情緒有問題，跟住走出嚟咧做個賊啦，做個騙子啦。然後就會有行為，個身體係帶住去周圍去啲唔同嘅地方影響人啦。身體就會帶住。嗱，世界就係咁樣運作，世界就是這樣運作。人生就係咁樣，你虞我詐，你我你啊，又或者諗下啲壞事啊，呢個又以為呢個主意好啊，呢個又話自己啱，嗰個又話自己啱，你睇下都係一片混亂嘅。本身就很多欺騙嘅行為，一片混亂。因為冇咗靈性，沒有了靈性，冇咗與神嘅關係，沒有了與神嘅關係。我哋人係應該靈魂身體一個全人健康嘅。我們人應該是靈魂身體一個全人的健康。咁點算啊？那應該怎麼辦呢？原來你要有個新看見。原來你是需要有一個新的看見。好，放低手先啊。新看見係咩咧？新的看見是什麼？大家有睇過電視啦？有看過電視嗎？電視起碼都唔止一兩個台啦，起碼10幾個台啦，係咪？電視有很多的頻道。睇過咯。有看過嗎？你有冇成世人睇另一個台㗎？你有冇有一生人只有時你睇下嗰台唔啱個節目都唔啱自己嘅，同埋嗰度講啲嘢都唔對嘅，你會點啊？那個頻道的不對的話，或者是對不口自己的，轉台啦，你就會轉台。啊，我都好舊嘅，我好舊嘅人嚟嘅，我轉台真係咁扭。我轉台。就會轉頻道。你會轉頻道睇下第二個啱你睇嘅係咪？轉頻道呢，轉一個你個身體，你嘅身體，你身體要成日話俾你情緒聽嘅。你嘅身體經常告訴你嘅情緒。你而家好嬲，你現在很憤怒。你嘅身體成日話俾你聽，你而家好唔平安。你現在很不平安。你都冇喜樂嘅。你沒有喜樂。你個情緒又成日話俾個身體聽。你嘅情緒經常跟你嘅身體說。去做啲壞嘢。去做一些壞事情。小事情嚟嘅啫，都唔會殺咗人嘅，都係對唔住少少人，算啦，揞住自己良心。這是小行為。成個階段，成個人生都係咁走啊！整個階段也是這樣走。你冇轉台啊！你沒有轉頻道。呢段聖經，這段聖經嚟緊講一個故事。之後講一個故事。講呢個故事教我哋要人生要轉台。講我們的人生要轉頻道。我哋要重生呢個嘅靈性。我要重生這個靈性。搭住啊！一個重生嘅靈性要結合翻我哋嘅靈魂身體。要結合我們的靈魂身體。呢個靈性要重生與上帝，因為佢就係真理。這個靈性要重生跟上帝建立咗個關係，建立咗關係之後，唔係靠個世界帶住個身體走，不是靠世界帶着身體走，係靠住真理帶住個靈走，是靠真理帶着個靈走，個靈就影響個思想情緒，靈就會影響思想，人生觀就會影響翻個身體同埋自己嘅外在嘅能力，人生觀就會影響你的外在的能力，你就會有整全健康嘅人生，你就會有整全，大家就從來唔理呢方面嘅。很多人都不理這方面的。靈性嗰方面從來都唔覺得關事，因為覺得太抽象。你們覺得靈性就很抽象？今日要俾個答案你啦。今日給一個答案給你。好，我哋而家分享一個故事。分享這個故事。呢個故事喺嗱，你哋留翻兩個喺度啊，得啦，得。呢個故事發生喺約翰福音第3章。這個故事發生在約翰福音第3章。呢度故事分別有兩個人物。分別有兩個人物。第一個舉一手，佢叫做尼哥德姆。尼哥德姆。嗱，聽住咯喎。呢個故事一起頭咧，佢講尼哥德姆係咩人嚟嘅咧？他說尼哥德姆呢是什麼人呢？哇，原來佢係一個德高望重嘅人嚟㗎。他是一個德高望重。佢得到咧好多人嘅嗰個嘅尊崇。他得到很多人的尊崇。博學多才。博學多才。佢並且係一個官嚟嘅。並且是一個官。另一個人物。另外一個人物。佢就係呢個另一個人物就係耶穌基督啦。就是耶穌基督。原來當時咧，耶穌咧啱啱出道。原來那個時候耶穌剛剛出道。但係咧，佢嘅出道咧已經震撼四方啦。但他出道震撼四方。改變好多人嘅生命。改變了很多人的生命。醫治。趕鬼。做咗好多神蹟奇事，好多人都風聞有佢。做了很多神蹟奇事，很多人要風聞他。所以呢個故事一開始嘅時候講緊尼哥德姆，佢就講緊佢咧，雖然係一個官，係一個有學識嘅人。最開始了就講到了。但係咧，一開始嘅第二節話，佢偷偷夜間嚟到見耶穌啊。他偷偷夜間。點解要夜晚啊？為什麼要夜晚？點解夜晚怕俾人日頭俾人見到啊？他白天給人家看見了。哇！我人生咁成功。我的人生這麼成功。俾人見到揾個啱啱出道嘅小子。給人家看見我找一個剛出道嘅小子。所以佢喺夜晚。
所以他在但係點晚上。解又要揾佢咧？既然佢咁叻，點解又要揾佢咧？為什麼尼哥德姆又要去找耶穌呢？我哋每個人就好似尼哥德姆一樣，我們每一個人就好像尼哥德姆一樣，個個都話自己叻嘅。每一個人說自我己很棒。幾多人睇我嗰個帶領啊！我這麼多人看見我的哇！帶領，我講嘢幾多人聽啊！我說話很多人聽。哇！我舊時啲豐功偉績幾犀利啊！我以前的豐功偉績很你知唔厲害。知我係邊個啊？你知道我是誰喂，嗎？個個都好似尼哥德姆咁我嘅，們每一個人也好像他一樣，德高望重，德高望重，好似好成功，好像很成功，但係心底裏邊但是心底裏你係貧乏嘅。也是平凡。你就原來佢都睇到耶穌做嘅嘢咧，佢係好渴慕嘅。原來他看見耶穌所做的，你人生原來有啲嘅陷阱，有啲嘅人生低谷，你發覺你喺出邊好風光，裏邊夜闌人靜，你可能係流緊眼淚。外在很風光，但是夜闌人靜的時候你在流淚。而尼哥底母就係咁嘅人，尼哥德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。佢走去揾耶穌夜晚，他走去找耶穌，一來唔俾人知，不想給別人二看見。來咧佢低低地慣一鋪。第二呢，就是他就願意。佢同耶穌講：他跟耶穌說，拉比，拉比，咩叫拉比啊？什麼叫拉比呢？喺聖經裏邊講拉比嘅意思咧，就係話師傅。師傅，師傅啊！師傅的意思。哇！佢一走佢就叫佢做師傅啦。他一走過去就跟他說，他是一個師傅。佢真係知道耶穌係有料到。他是知道耶穌是很厲害的。因為咧，佢話耶穌你行嘅神蹟，如果唔係有神嘅同在咧，係冇人能夠做到嘅。他說了，如果耶穌你沒有神的同在，是不能做成這件事的。原來喺尼哥底母有啲人生嘅問題解決唔到，係佢需要神蹟啊！原來在尼哥德姆呢，他的人生有很多各問題位，不能夠今日解決。你嘅生命裏邊有冇一啲嘢你真係解決唔到嘅？今天你的生命裡面有什麼事情不能解決呢？我有啊，我有，我唔係有一個，好多個。我是有很多個。我坦誠話俾你知，我坦誠告訴你們，人生好似你做緊啲嘢，以為做緊啲嘢好成功，你裏邊仲有好多嘢未解決。但是你裡面很多的內在沒有解決。尼哥底母醒目啦，尼哥德姆成功，但係佢都唔想俾人知。但是他不佢嚟想讓揾耶穌人看見他去找但係耶穌話俾你聽個秘密，耶穌告訴他一個秘密。耶穌話第三節講，耶穌說對尼哥底母德姆講，對他說，我實實在在話俾你知，我實實在在告訴你，如果人唔重生，就唔能夠見到神嘅國。如果人不重生，就不能好看見神重要啊！呢的國。句這個事情很重要。咩叫做唔重生啊？什麼叫做不重生？你知唔知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咧，搞到呢個咁有學識嘅呢個嘅官咧都拗晒頭啊！你知道這個官呢，他就疑頭問號。佢話重生，重生，佢話見神嘅國，即係話你要見到神蹟奇事啊，見到神嘅改變啊、能力啊呢啲嘢，好想要啊！我想我生命要改變啊，但係點樣可以啊？耶穌話你要重生。我很想得到這個耶穌的能力，但係呢個嘅官佢拗晒頭話，唔通我人已經老啦，唔通我又捐落阿媽個肚裏邊再生翻出嚟？但是我人已經老了，難道我要回到母腹當中再生下來嗎？親愛朋友，親愛的朋友，尼哥底母就係用緊肉體去諗嘢啦。尼哥德姆就是用肉體，佢唔知咩叫靈性啊！他不知道什麼是靈今性。天喺度我哋嘅聚會，第一場、第二場、第三場呢啲嘅聚會，今天在我們這裡的聚會，我哋好歡迎你。我們很歡迎你，但係我哋有個好消息話俾你聽，但是我們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你唔係淨係嚟到話出席，為咗出席。你不是為了出席。我哋話俾你聽，我哋個靈裏邊已經去冇咗同神嘅關係，我哋人生我哋要真正得定真正嘅祝福啊，係需要靈性重生啊！我們要靈性重生，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幸福。我用一個比喻，我用一個比喻，我有手機，我有個手機，所有嘢裏邊烏煙瘴氣，所有在裡面的搞到呢個手機用唔到，弄得這個手機用不了唔，係嗰啲電子嘢，係裏邊個系統用唔到啊！是裡面的系統用不了。我要走去維修，我要去維修，維修嗰個人咧重設我嘅手機，維修的時候那個人重設，洗晒我舊時嘅嘢，洗掉所有裡面的東西，重新裝個系統落去。重新安裝哎呀，我用得翻啦，我能用了，但係我舊時啲嘢冇晒但，是我以前的東西沒有了。重生重生喺你嘅靈裏邊，在你的靈裡面，同神再一次建立關係。變成再一次建立舊關係。時嘅嘢，嗰啲人生觀啊，喺身體頭先個身體同埋魂嗰啲錯嘅嘢咧，洗咗去。在身體還有魂裡面錯的東西，把它洗掉。所以耶穌話：所以耶穌說，藉着聖靈同水，借着聖靈跟水，你重新同佢建立關係，你跟耶穌將你舊有過去嘅嗰個態度，例如你行呢條路行，你成行咗幾廿年，我都係咁做噶啦，個經驗都係咁嘅，但係次次啲結局都唔好咧。但是當你面對這個錯誤的方向，聖經話你要轉向一番神啱嘅路。
你要轉向一個對的方向。呢個就係重生裏邊嘅需要啦。這就是重生的需要。我就嚟完㗎啦，所以大家忍耐，但係要知道一個最重要嘅一個嘅呢段聖經講嘅，你要重生啊！你要重生。各位朋友，親愛的朋友，當你重生好似個電話重置一樣咧，你會有新看見，你會有新的看見，你人生就開始明啦，我明耶穌講乜啦，我開始咧聽下，我舊時聽唔明嘅嘢開始聽得明啦，因為你個靈暢通啦，因為你嘅靈暢通啦，你個靈很願意謙卑啦，你嘅靈願意謙卑，同上帝恢復關係啦，跟上帝恢復一個關係。第一樣嘢，第一件事，承認耶穌為你做過嘅代價，承認耶穌為你付出的代價。我哋有過犯嘅，我們是有過犯，我哋會嬲，我們會生氣。睇下頭先聚會完咗一班人走啊！剛才的聚會完了之後，有一群人唔好介意我嗰樣嘢，不要介意。佢就為咗要去，一定要去第一場咧，我哋派晒飛，佢唔願意走，一定要攞第一場嘅飛。就是為了他一定要去。啱啱聽完到，剛剛聽完，啱啱先都講我哋要有一個寬大嘅人生。咁下一場我哋派晒飛冇位啦嘛，咁下個禮拜不如第二場啦，爭嗰都唔夠1個鐘頭，爭半個鐘頭9個字，你咪第二場嚟咯，我哋好歡迎你嘅。但係佢係都唔就喺度鬧啦，喺度推撞我哋嘅同工啦，喺度鬧呢個鬧嗰個啦。嗱，呢啲咧就係不斷俾魂同肉體去影響自己嘅。佢唔知嚟到呢度，其實係咪神想佢哋學習一樣嘢？我今日我重生咗之後，我需要嘅靈性。就係我要改變我啲咁嘅爭競、頑固、唔肯讓步、或者嬲啊，或甚至動作、行為、思想、説話都要去改變。呢、這個就係進入祝福嘅境地裏面。就是在你嘅思想、你嘅行為去改變嘅時候，就是進入祝福嘅領域。正如我頭先講，正如我剛才所說，你嘅靈性一定要重生先。你嘅靈性一定要重生。耶穌話：你靈性，如果你重生，如果你重生，你就能夠見到神嘅國度嘅奇事同埋彰顯，你就能夠看見神嘅國度嘅彰顯。所以好，請你入翻去。所以重設你嘅同神嘅嗰個生活嘅模式，重設你跟上帝那個關係嘅模式。基督信仰，基督嘅信仰，向來唔係精神寄託，將來不是一個精神嘅寄託。基督嘅信仰，基督嘅信仰，唔單止係你哋所謂講嘅導人向善，不單是導人向善。基督嘅信仰，基督嘅信仰係實際將你嘅生命由呢一點去到永恆嘅來世永生裏邊，都係充滿咗有方向、有盼望、有能力一個嘅人生。就到現在，還有你的人生裡面呢，就是充滿盼望，還有能力的一個人生。當你重生嘅時候，好多人話我靈魂得救啦。很多人說我的靈魂得救了。上帝會赦免我嘅罪。上帝會赦免我的罪。賜我有永生。賜我有永生。加多樣嘢。加多一件事。係唔係淨係講呢樣嘢？不單是這件事。係會你即刻進入咗神嗰個嘅彰顯佢自己嘅同在。是能夠進入到神的同在裡面。影響力。影響力，包括影響你自己，包括影響你自己，影響你家庭，影響你的家庭，影響到你情緒，影響到你的情緒，影響到你健康，影響到你的健康。放手啦，放手吧，唔好淨係諗肉體點樣再喺阿媽嗰度生，唔係啊，講緊你靈性就係話點樣信。嗱，記唔記得啊？我講過話信就係信啊，信心啊，信係唔係憑眼見嘅，信係你裏邊嗰個嘅決定嚟嘅。我信有呢位神，我信耶穌基督十字架拯救我，我信。我係做錯事，我需要去赦免。我信耶穌，我接受耶穌進入我生命，我就會得赦免。嗱，你做咗呢樣嘢咧，就係一個好起點。你信了就是一個決定，就是一個選擇，就是你相信耶穌了，成為你的救主。所以，第一，如果你真係信嘅話，如果你嚟到嘅唔係單止一個人聚會嘅講座，你來到嘅不是一個人的聚會嘅講座，你要信你喺度能夠經歷到神嘅同在。你要在這裡啊，去經歷到神嘅同在。越多人信，神蹟奇事越多。越多人相信的神蹟奇事越多。身心靈醫治。身心靈的醫治。大家期望嗎？大家期望。我哋係信本聖經唔係過去嘅歷史啊。我相信這本聖經不是過去。佢係能夠使生命重新得力。它是能夠使生命重新得力。每一日不斷經歷神嘅自己嘅奇事。每天不斷地經歷到神的奇事。所以請大家各位今日決定一樣嘢。所以今天希望大家好似尼哥底母一樣。好像尼哥底母一樣。佢好叻。他很棒。但係佢見到耶穌都知道佢係師傅。但他看見耶穌的時候，他知道他是師傅。你人生一樣。你的人生也是一樣。你好叻。
你很棒。但係你需要有人生嗰個嘅答案，係你有啲嘢你解決唔到嘅。你需要人生有一個答案。嚟啦，來吧，嚟啦，來吧，建立關係，建立關係。最後用呢節經文完結今日嘅聚會。最後用這節嘅經文完結。呢節經文講，這節經文說，聽住咯，耶穌話，耶穌說，一個人如果有100隻羊，如果有100隻羊，佢有一隻走迷了路嘅，他有一隻走迷了路，你哋認為個意思點好呢？你們認為這個意思該怎麼辦呢？長弟兄，如果你有100隻羊，你唔好睇呢度啦。如果係你嘅100隻羊，你個富有嘅牧羊人啊嚇，咁你走甩咗個一隻，你會點啊？如果你走丟了那一隻，你會怎麼辦呢？我會咧就繼續去揾翻佢呢隻羊。我就會繼續找這一隻羊。最後嗰隻羊。呢個冇心嘅，阿長生答咗我唔想答嘅問題喎。嗱，如果一般人咧有100隻羊，佢走甩咗個一隻咧，佢仍然會留喺度睇住嗰99隻嘅。一般人啊，阿長生特別啲啊，係啊。但係咧呢度耶穌話，一般人呢，就是呢，佢話佢會撇下嗰99隻。但是耶穌說他會揾翻嗰一隻走迷了路嘅。他為了找回那一隻羊。呢度聖經講咩？這段聖經說什麼？上帝佢嘅心意就係咁。上帝的心意就是這樣。今日你，我哋每一個都係走迷了路嘅嗰一隻羊。我每一個也是走迷了路的羊。上帝一啲都唔輕視你啊！上帝不輕視你。你舊時做咗啲乜嘢？佢會計數。他會算。佢會計數。他會算的。但係如果你願意回轉歸向神咧，神話會寬恕。但是如果你回轉，佢有公義。他會公義。但係佢有慈愛。他也有慈愛。我哋最傻仔嗰樣嘢咧，我最笨嘅就係攬住自己嗰啲唔好嘅嘢，以為冇人知咧，就繼續走埋我哋嘅下半身落去。就擁抱我們自己不好的事情，然後有一日有位上帝喺你面前，一定嘅，因為人必有，唔好介意，真係真嘅，人必有一死，死且又有審判。聖經講。我要建議聖經裡面說，就是人必有一死，死後且有審判。喺一個審判好似法院嘅地方，你係坦然坦蕩蕩，冇人冇罪嘅，我同你都有罪。我跟你也是有罪。諗過、講過、做過，得一個條件，只有一個條件，認就得啦。認就行。認點算啊？嗱，神係公義，一定要罰嘅喎，有刑罰嘅喎。是會有刑罰。但係佢話佢願意用佢個仔獨生兒子耶穌基督頂替我哋嘅罪去死，付咗呢個代價。變咗你就係白白得到恩典，唔使刑罰啦。但是他說了，他願意的，他的獨生的兒子耶穌基督來到世上為我們頂罪，所以呢度就係講啦，嗰隻迷失嘅小羊，迷失嘅小羊就係上帝嘅心意，就是上帝嘅心意。佢會願意嚟揾你，他會願意去找你。佢話天上嘅父也係咁樣嘅，天上的父也是這樣。佢不願意一個小子失喪一個，他不願意這個小子失喪了一個。今日我哋雖然講到呢度，今天我們講到這兒。我主要帶出一樣嘢，重點翻一個重點。回到一個重點。你要有人生嘅新看見。你要有人生嘅新看見。如果唔係，就好似頭先我剛才舉個例子，嗰個琴日晏晝嚟嘅嗰個飾演一個騙子嘅角色，就扮自己係老闆，但係一早我已經拆穿佢啦。不過我冇講出口嘅。就會好像呢昨天那個騙子一樣。人生就係咁，你以為俾人睇唔到啊？你外邊已經一入嚟嗰個裝束已經唔似係嗰樣嘢啦。你以為你的人生騙得了人嗎？上帝都係咁噶，佢冇拆穿你嘅。他沒有拆穿你。佢想你回轉。他想你回轉。佢想你賜下永恆嘅生命。他想賜下永恆的生命給你。我再講一次，好重要嘅。特別呢度好多長者。特別這裡很多人。我真係想你長命百歲啊！我真的希望你們。不過更重要嘅，你係要有個永恆嘅價值觀啊。更重要是靈魂住喺個身體，但係身體會朽壞同埋死亡噶。但靈魂係不滅嘅，離開咗之後就有靈魂去到另一個地方，到時有上帝嘅真實，你嗰陣時先信太遲啦。係當下現在聽到福音，你就要去信啦。所以我們身體呢是會朽壞，但是我們靈魂是不滅的。我唔怕得罪你，我不怕得罪。我最緊要係想你得到一個好消息。我只是想希望你得到。我嘅任務就係咁嘅啫。太物資嗰啲好等閒。我哋隨時冇㗎，講真。可以隨時沒有的。我哋都係靠上帝嘅恩典嚟嘅。我們也是靠上帝嘅恩典。但係我不斷相信嘅時候。我不斷相信嘅時候。我哋有好好嘅同工。我有很好嘅同工。有好好背後嘅一啲嘅支持。有很多很。咁咪繼續做咯。但係最重要，我哋一心一意嘅目的就係好似上帝想去你聽到福音。就是上帝希望你們。想你靈魂得救。想你們靈魂得救。唔係淨係今生喺地上，只係得到嗰啲咁嘅小意思。
不是只是在最重要呢，你有永恆生命，神係冇要你修煉，冇要你同你交易啊，佢白白耶穌係為你流寶血，係替你頂你嘅罪，死在十字架，第三天復活起嚟，勝過陰間死亡權勢，使你同我信佢嘅時候得着復活嘅生命。耶穌呢來到這個世上，他是無罪的，但是他溫着你跟我的罪，所以白白犧牲在十字架的上面。所以返教會，回到教會，唔係講氛圍，不是講氛圍，我哋呢度冇氛圍嘅，我們這裡沒有氛圍的。唱歌唔夠 band， 唔夠哇，即係彈到有啲識樂器嘅，見到我都揞住半邊嘴笑啦。但係我哋盡心，我哋盡個心，神同人都係嘅，最緊要真。神跟人也是一樣，所以你唔好計較你嘅知識背景，你真心接受神，不要計較你的背景，神就將你嘅真心成為一個真信。你要把你的真心給神，平安就進入你生命裏，神就會接受你的那個真實。我哋一齊低頭祈禱，平安就會進入在你的生命裏。